来看关心儿童性别弱势族群权利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，今仔日宣布讲，要推出立委的参选人，到2024年的大选。也联盟嘛批评讲，目前4个总统参选人哦，因的性别意识拢无合格。电影《芭比》当咧前关注性别、儿童权利等多元议题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，也打破大人对芭比的刻板印象，以形象芭比、金发芭比、XL 芭比等多元模样召开记者会，宣布因要伫2024年大选推出10席区域立委参选人，甲3席不分区名单。我们能不能够在城市中顺畅地推着婴儿车？能不能够不用担心自己的女儿在未来的某一天会遇到性骚扰？我们能不能够在全职工作中还有足够的休假，可以陪伴我们小孩成长？这些看似很微小的议题，可是却真切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生活。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原底是关心亲子共学的民间团体，2019年成立政党，已经有几摆参与大选的经验。针对明年的总统大选，目前台面上主要的4个参选人，欧巴桑联盟认为因的性别意识拢无合格。柯文哲候选人而言，他有非常长的这个丑女的言论。赖清德副总统，他曾经说过，我们要照顾女性，她就像一个温室中的花朵。侯友宜曾经说，因为性别平权的关系，所以女性开始去上班，那家里开始没有人带小孩。郭台铭就是前几天那个家暴说，我们也觉得他是有需要连带来去说明。以多元芭比的模样，展现欧巴桑联盟想要创造多元友善社会的愿望，因也呼吁执政党甲在野大党爱提升女性内阁的比例，落实性平的政策，也要推。反歧视法。记者阮长随台北报道。